早幾年有意移民嚟台灣嘅香港人鬧爆台灣政府，話啲政策話改就改，明明條例寫住居留滿1年就可以攞身份證，但係突然就改做3年，話台灣政府冇誠信、冇合約精神等等。不過我想喺呢一度解釋一下，條例上面寫明居留滿1年可申請定居係冇錯嘅，但係冇話你一申請就會即刻批出定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Kim， 一個移民嚟台灣已經4年嘅香港人。呢個頻道會不定時咁更新，分享一啲我喺台灣生活嘅情況。希望大家睇片之前可以先免費訂閱。我睇過好多 YouTuber 都經常呼籲網友免費訂閱，其實我唔明白點解要強調免費，訂閱就訂閱啦。點解要講免費訂閱呢？有人付費睇 YouTube 嘅咩？定係強調免費呢2個字，大家就會比較踴躍去訂閱呢？咁我懇請大家免費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多謝。早排 join 咗個社區發起嘅 local 旅遊團，去咗嘉義歐樂郁築夢城堡同埋蒜頭糖廠謝情文化園區，玩咗成日，團費600蚊，加多400蚊食埋晚餐，我覺得又唔算貴喎。大家又有冇去過呢2個地方呢？今集我又想講下港人移民呢一個話題。早幾年有意移民嚟台灣嘅香港人鬧爆台灣政府，話啲政策話改就改，明明條例寫住居留滿1年就可以攞身份證，但係突然就改做3年，話台灣政府冇誠信、冇合約精神等等。不過我想喺呢一度解釋一下，條例上面寫明居留滿1年可申請定居係冇錯嘅，但係冇話你一申請就會即刻批出定居，審批時間係可以依情況而定嘅。只不過係過去20幾年嚟，大概喺1997至2020年呢23年之間，台灣移民署對香港人好優待、好寬鬆。差唔多每個申請者居留滿1年就會即刻批出定居證。1997年之前更加唔使講啦，香港人想入籍台灣，台灣政府就雙手奉上身份證啦。就因為呢一種優待已經持續咗咁多年，香港人就覺得係老奉嘅。就好似你有個好朋友一直問你借錢，你一直都有借俾佢喎。有一日你突然間手頭緊啲借唔到，拒絕咗佢，佢就即刻反面鬧爆你，話你唔夠朋友，好似你係要老奉咁借錢俾佢咁。因為呢一種痛恨同失望，所以喺2022年開始，在台港人掀起咗一波2次移民潮，唔想無了期咁喺台灣度等，紛紛攞住本 BNO 護照，再由台灣移民去英國。因為英國政府承諾過香港人，只要喺英國住滿6年就可以獲得公民身份。香港人普遍都相信西方法治精神，所以就懷住呢一份希冀移民過去啦。但就喺今年5月，呢一份希冀突然間蒙上咗陰影。英國公布白皮書，首次提出10+1。我先簡單解釋一下咩係5+1、10+1先。
現行規定，BNO 持有人定居英國滿5年就有資格申請永久居留權，有永久居留權之後1年就有資格申請入籍成為英國公民。呢樣就係5+1啦。而家話要將5+1改成10+1，另外仲話要引入計分制度，提高申請者嘅英語要求等等。咁唔係同台灣政府啲要求有啲似咩？都係希望啲新移民對當地經濟同社會做出啲實質貢獻。雖然白皮書只係諮詢形式，唔代表呢啲改革會落實，但係已經引起咗好多迴響同埋憂慮啦。原來英國政府嘅移民政策都係有可能話改就改嘅喎，唔係大家之前咁諗咁穩定嘅喎。當10+1嘅陰霾未散，又有個更震撼嘅消息。近期喺地方選舉大勝嘅英國改革黨提出一個更激進嘅改革，宣布一旦上台執政，將大幅收緊移民政策，廢除永久居留制度，就算已經取得咗永久居留權嘅都會被取消，只有已取得公民權嘅人唔會受影響。呢個消息就真係令到香港人非常震驚啦。好在喺早2日，英國改革黨嘅黨魁法拉奇改口話，廢除永居唔包括香港人同埋烏克蘭人呢2個族群，暫時釋除咗香港人嘅疑慮。但係英國政客啲口風話變就變，英國改革黨係屬於極右嘅組織。法拉奇曾經全力推動脫歐，核心政見係反移民。假如英國改革黨真係上到台執政，政策就一定會係排外噶啦。據我所知，近期英國反移民嘅思潮上升，都係因為啲難民偷渡客嘅問題非常嚴重。英國政府仲將酒店作為臨時住所，去收容呢一啲非法移民。高昂嘅財政負擔同對當地社區嘅影響，引發咗爭議。有難民仲做出啲非禮女童嘅犯罪行為，引發咗大型嘅抗議活動，反對呢一啲非法移民，連帶反對埋啲正規嘅移民。我估啲移英港人都未必會諗到，原來英國唔同政黨上台，原有嘅政策都有可能改變。當初保守黨約翰遜推出 BNO 5+1之後，工黨上台，首相施紀賢覺得唔可以對香港人咁好，就想改做10+1。英國改革黨更誇張，直頭想趕走晒啲移民。所以唔好一味鬧台灣政府1年變3年，3年之後又3年。移民從來都唔係一件簡單同埋容易嘅事。除咗香港之外，各國政府都會優先保護自己嘅國民，所以耐性好緊要。假如當初移民台灣嘅香港人唔選擇2次移民，俾少少耐性，我諗大部分都已經入籍台灣做咗台灣人啦。仲有，唔好怪我賣花讚花香，移台港人普遍都係有質素同埋有經濟能力嘅，會準時去交健保國保費用，揸車唔會衝紅燈，喺斑馬線會禮讓路人，垃圾會分類，唔會就咁一大袋就抌咗去。喺早餐店唔會將手機個聲開到好大，睇埋啲抖音廢片，所以係唔會對社會或者公共服務制度帶嚟沉重負擔嘅。好啦，今集我就先講到呢一度，歡迎留言討論，請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創作者，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，一起來投稿吧。